實例見證，病人2次腰椎手術失敗，導致病人一失足成千古恨。2025年4月12日，一位來自河南53歲的女病人，特意來到我們深圳公司求醫，並提到了她過往的故事。她的左下肢已疼痛多年，被診斷是椎間盤突出，導致左邊坐骨神經痛。事實上，她已進行了2次手術。時間回溯到2021年3月，女事主到訪北京最著名的三甲醫院骨科門診求醫。該名應診醫生對病人說明醫治坐骨神經痛要一了百了，所以需要做1次徹底後路開放式手術，包括切除突出的椎間盤、椎管成形、椎體融合、椎弓釘固定等。評論：該醫生決定做這種大型手術是一個錯誤的決定。如果是普通椎間盤突出，不是嚴重病患，何必小題大作，如劏雞用牛刀呢？一般坐骨神經痛採用保守療法，例如佩戴隨身牽引器 B18 使椎間盤回納、椎體復位，便能治愈。縱使要做手術，也應以做最簡單手術，例如微創手術，除非是腫瘤、膿瘡、嚴重骨折才需要做以上應診醫生所說的大手術。果然，於2021年3月份某日進行以上大手術，手術後出現了後遺症，女事主的左腳疼痛消失了，但右腳開始出現疼痛，嚴重的程度甚至睡覺也會持續疼痛。經手術醫生承認及判定，是6支椎弓釘其中1支位置打錯了位置，打在椎體外側隱窩內，壓迫腰椎神經，傷害神經根，導致右腿出現疼痛。於是該醫生說，需要調整該出事的椎弓釘位置。結果再進行第2次手術，調整椎弓釘位置。可惜手術後不但沒有改善右腿疼痛，反而疼痛更是增至足踝及尾龍骨，且無時無刻日夜麻痛，生活非常痛苦受難。評論：第2次手術不應調整椎弓釘，該取出所有椎弓釘。手術後該採用腰椎固定器 B19A 來固定，觀察病情發展，然後再做進一步的決定。總結：手術有風險、併發症和後遺症，而且一經手術後便沒有回頭路。故此，所有良性脊椎疾病在決定做手術之前，大家應考慮所有可行的保守療法，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有興趣佩戴腰椎牽引器請聯絡我們。